係小南啊，我哋又出去玩啦！新春大吉，一行5人一齊去郊外遠足啦！今次揀咗最近先至落成嘅紅花嶺公園，既可以揭開今年行山嘅序幕，亦都可以欣賞到新年盛放嘅吊鐘花。大家首先喺上水站 A4 出口嗰度集合，然後乘坐地鐵外邊嘅55K 小巴去沙頭角。抵達咗山咀村路之後就可以落車啦。落咗車之後行幾步就見到有公廁啦，大家都先去一去個洗手間，然後就跟住斜坡嘅車路慢慢向上行。行咗冇幾耐就嚟到行山徑嘅入口啦。今日嘅路程相信有啲遠，會經過政府設計嘅8大景點。政府漁護處推出咗呢一個發現紅花嶺郊野公園遠足挑戰嘅活動，完成咗8個打卡點呢，就可以獲得紀念品㗎喇。喺路程嘅初段，話咁快呢，就已經見到當年2戰時期日軍留下嘅機艙堡同埋戰壕啦。我哋沿住明顯嘅山路行下又休息下咁，望返轉頭已經可以見到山下邊嘅景色啦。今日天氣真係好涼快呀，行咗咁耐都冇乜出汗。雖然今日嘅路程比較遙遠啲，但係都算容易行㗎。只係路途中不斷有一啲高高低低嘅小山坡咁啫。喺行程嘅中途，我哋再發現多幾個機艙堡，都已經荒廢咗同埋冇保養啦。但今日重點想睇嘅當然係主角吊鐘花啦。花朵嘅體積雖然非常之細小，但係經過露水嘅滋潤之後呢，每一粒嘅吊鐘花呢都沾上咗露水珠，影出嚟嘅效果真係非常之靚啊！而且仲有一種晶瑩通透嘅感覺添啊，好可愛啊！完成咗3.5公里嘅紅花嶺郊遊徑，跟住落嚟呢，就係2.5公里嘅蓮麻坑郊遊徑啦。因為下一個景點就係叫做蓮麻坑礦洞，據說喺2戰時日軍就喺呢一度開採礦石噶啦，所以留低咗幾個大窿。呢度氣氛確係有啲詭秘啊！
不過又唔使驚嘅，政府開得呢一度做郊遊徑，其實都經過唔少嘅修葺工程噶啦。聽講呢一度有蝙蝠出沒，但係我就一隻都見唔到啦，只見到礦洞頭頂上面有啲水滴落嚟，加上有啲人工裝置嘅，例如係燈光啊、扶手之後呢一度確實係一個老少咸宜、極具教育意義嘅歷史遺跡啊！離開咗礦洞之後，我哋又沿住單程路方向去揾我哋最後嘅一個景點啦。旅程嘅最後一個景點叫做麥景陶碉堡。呢個碉堡呢係嚟自1948年時上任嘅警務處處長麥景陶所下令興建嘅，目的係維持中港邊境嘅治安用嘅。雖然而家有啲鐵絲網圍攔住啦，但係都可以清楚咁見到碉堡經過歲月洗禮嘅痕跡，牆身都好破舊下啦。但係估計呢，仍然都有啲工作人員定期會上嚟返工㗎。喺碉堡嘅下方有一個唔錯嘅打卡位置，可以睇到日落添啊！事實上，原來真係有啲山友會喺山下邊嘅樓梯行上嚟睇日落㗎。喺呢個時候，趁住天未黑，我哋都趕快由呢一條又長又斜嘅石梯離開先。落到山下邊嘅小巴站就可以坐59S 返去上水站啦。途中仲可以經過落馬洲站添。我哋行下又休息下又打卡，就係咁就完成咗差唔多7個鐘嘅行程啦。影片中嘅景點資料呢，大家可以去下面嘅資訊欄嗰度揾到㗎。請大家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點讚啦。我哋下次會去另一個景點嗰度度假㗎。下次見啦！